予加勒泰信徒的批，加勒泰第1章。我是保罗，我做使徒，毋是对人，也是通过人，是对耶稣基督，甲予伊对死人中搁活的爸上帝的呼召。我甲伫遮的兄弟姊妹写批予加勒泰的正教会，愿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为着要救咱脱离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，基督有照咱的爸上帝的旨意，为着咱的罪献伊本身，愿荣光归乎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恁互我真着惊，恁竟然遐尼紧就放杀迄位通过基督的恩典，呼召恁的上帝，去缀别个福音，其实无别款的福音。我安尼讲，是因为有一寡人甲恁扰乱，想要曲解基督的福音。毋过，无论是阮，也是对天顶来的天使所传的，若甲阮以前传互恁的福音无共款，伊应该受咒诅。我毋捌讲，现在搁讲一遍。若有人所传的福音，甲恁已经接受的无共款，伊应该受咒诅。我即阵安尼讲，减是要得着人，也是上帝的称赞。我减是要得着人的欢喜。我若还得想要得着人的欢喜，我就毋是基督的奴仆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我所传的福音，毋是人想出来的。这个福音，我毋是对人领受，嘛毋是对人学习，是对耶稣基督来的启示。恁已经有听见我以前做犹太教徒的时的所行所做，我偌尼激烈迫害上帝的教会，要彻底甲伊毁灭。我比共一辈的犹太人搁较积极遵趁犹太教规，搁较热心遵守祖先的传统。毋过对上帝的恩典，我还未出世，伊就决定要竞选我，对我启示伊的囝。互我通对外邦人宣扬伊的囝的福音。迄时我拢无甲人请教，嘛无上耶路撒冷去见遐比我较大声做使徒的人。我随时去阿拉伯，然后搁倒去大马士革。3年后，我才去耶路撒冷拜访彼得，甲伊待15日。主的兄弟雅各以外，其他的使徒我拢无见到。我所写的拢是事实，伫上帝面前我无讲白贼。后来我去叙利亚甲基利家境内逐所在，当时犹太地区正教会的信徒拢毋捌我，因只有听到别人讲，迄个以前迫害咱的人，现在在传伊过去想要毁灭的信仰，因就因为我归荣光予上帝。